即馬指南宮啊，你看，你試下看，燒甲剩安尼啦吼。有關是有封鎖線來管制啦，民眾看了真唔甘。這座寶殿60年的歷史，迄當時是全台灣第一座用阿門陀所控的玉皇殿。不過信眾觀察了後，嘛保持樂觀啊，伊看到玉皇大帝也是完整的，代表神明有保庇。結構技師嘛分析啊，這個情形啊，後續要來甲修理，這是無啥物問題。一早就來關心。拍開手機啊，看到一張都翕無偌久的凌霄寶殿，心內真唔甘。劉博士前一天啊，才來神殿祭拜，今擺說好大火，燒甲斷離倒閉。當然很不捨啊，因為那8點多發生的嘛，那知道的時候已經就那時候很晚，都沒辦法上來，所以一大早我就上來這樣。就木構的部分很嚴重啊，跟木構沒辦法回去燒。火燒除了後的雞蛋港早起，文山區附近的居民也高度關心。過去荒廢的建築，外圍有封鎖線，寶殿被燒到烏索索。1966年，凌霄寶殿落成，是當時全台第一座用藍馬孔建造的現代化玉皇殿，高達已經有60年的歷史。主要奉祀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等等的神明。即馬有一家之歷史的寶殿斷了火災，好居民攏感覺真無彩。有時候這些很難免啦。我今天就趕快坐機車來看究竟啊！你看它這高高的那個太陽地方，然後它的玉皇大帝那邊，它是還是真穩的徛底下哈，造福的我們大家。寶殿頭前的兩座石獅嚴重毀損，1樓的正殿受損上嚴重。木雕的狀態燒甲烏索索，而且塗骹全是殘骸。2、3樓有部分所在受災，建築必損。從樓梯上來，這個局部有沒有是有點這個毀損？構造體呢，不至於崩塌，也 OK， 也可以修護。凌霄寶殿恐驚要用不少時間修理甲恢復。嚴格信眾攏真擔心，早起指南宮的備將專業勞役甲鼓勵，希望新尊寶地址會當趕緊恢復。